再来新闻，赶快要来关心这个疫情的消息，甲民众的心声安怎讲？因为即摆疫情愈来愈严重，一般的民众若透过快筛试剂验出阳性，就要到病院进行 PCR 检测。要不过为了避免做 PCR 相亲，拢钱去到急诊室排列情形发生。伫西里福林基督教这个病院呢，伊就规划 PCR 分轨机制，希望讲会使好化分流这个做 PCR 的人。 西里镇芬林基督教病院外口有民众准备做 PCR， 若是有民众用快筛试剂阳性，或者是有镜头的高风险族群，会安排到急诊的市区检验做分区的管制。这个如果你有症状在家里已经做了快筛，证实是阳性。 那会在来这边做筛检的时候，你务必我们会做一下分期。若是要住院开刀，或者是做工课爱自费检验的人，就该去专门的检验亭。病院希望透过分区维持急诊的量能。像我们是原本都是急诊的业务，但是我们都是就是因为急诊业务量太大了，全院的人都动员起来过来支援，整个医疗体系我们的那个压力其实是很大的。 医护人员即卖工作量真大，嘛希望大家互相鼓励、互相体谅，做伙度过疫情的难关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